日月起。天帝，青木私窃聚灵珠，甘愿受罚，但我拿此物是为了救人，和妖神绝无半点关系。天后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何总要将在下将青池宫跟妖族勾连在一起？难道在你心里，就这么希望青池宫是妖族的附庸，而不是天宫的主力？是你背叛天宫在先，投靠青池宫在后，如今倒说本君冤枉你。哼，好，那本君问你，3日之期已到，日月几何在？日月几何在？旁人不知，难道天后也不知吗？后池，后池，你莫要在这装神弄鬼，有什么话你直说。今日，我不但要直说，还要让众仙看看九重天天宫的天后到底是一副什么面目。北海海底，3首火龙设计偷袭，夺走日月戟，是否是你所为？本君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罗刹地交战，仙妖街看到你掳走了3首火龙，你又作何解释？3首火龙是本君掳走的，本君是想夺走妖族1名大将，让仙族打退妖族，我何错之有？你还敢提仙妖之战？罗刹地的战火，连累多少无辜的百姓，他们又有何错？你身为天宫的天后，却屡造事端，构陷青池宫，挑起仙妖纷争。吴欢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后池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本君。你竟然敢在天宫如此放肆，你把天地放在眼里吗？天地在又如何？就算真神在，主神在，若有不公，我亦无惧。日月起。天后果然爱惜自己的性命，若不是山穷水尽，恐怕你也不会使用日月戟吧。真相已大白，日月戟就交于天宫保管。您身为天帝，此事应该作何决断？后池，此事本帝定会给青池宫一个交代。陛下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传本帝谕令，天后所为，有违天道，算计他人，有失公允，罚放逐9幽100年。陛下，去跟孩子们道个别吧，择日去9幽好好思过。陛下。